根据台北市都市更新处的统计，途径申请的案量逐年拢在增加。亲像台北市伫今年1月至8月就超过200件去申请，不过若是来讲，途径的推案量却是拢在减少。今年1月至8月，双北途径推案量只有817亿，这是比去年同期搁减130多亿。伫台北彰化地段，挖近中华复兴核心的所在，这个途径申请案，毋但是台北市最近这几年来少数新的高级处。去年贡献400亿途径的推案量，根据自典杂志的统计，最近这几年双北1月到8月途径的推案量，去年有到952亿5千万，比去年增加41.7%，今年煞降价到817亿，减14%。去年它有一些指标的大案进场，它其实量体上面都相当的大哦，像三重的量体来到200亿哦，其实就会占据了它这个整体推案量上面带动的表现。双北途径推案量减少，不过根据台北市途径更新处的统计，最近这几年来，台北市途径申请的件数为110年的122件，了后每一年拢增加，今年阁是1月到8月，都超过200件，有到202件。因为因应5月有中央的食人奖励的递减，所以有一波比较送案的高峰，单月就有破近100案来申请。那这个部分其实更新处这边花了1个月的部分来做消化。专家指出，途径甲危老建筑的差别是途径需要至少2/3所有权人的同意，若危老建筑是爱所有权人全部拢同意。想要途径面积至少爱有300平，不过危老建筑无面积的限制。过来是建筑用质奖励上限，途径是比危老建筑较好。不过审核的时间，途径平均是以年来算，若危老建筑平均是3个月至6个月。做围绕的厂商一般都是规模比较小的建商，那规模比较小的建商，那么它本身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弱。大型建商他做的都更案量体比较大，那奖励值也比较高。建商指出，若要得到建商的认同，就要愿意用心推动途径。大部分以伫彰化地段在地生活机能好，较有人要买，嘛较有利润的机会会较大。因为途径一般拢需要较侪时间，嘛考验建商的资本敢是有够大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